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它今天有一篇报道，标题叫《中国8月百城二手房价再次下跌》。他用了个再，他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北京、上海两大一线城市8月先后放松限购，但一项民间调查显示，8月中国二手房价再度下跌，显示房地产市场依然未能走出疲软态势。这个跟止跌回稳好像意思就不大一样了。中指研究院星期一就是9月1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对中国100座城市新建二手住宅销售市场调查数据显示，8月中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米16910元，在部分城市改善项目入市带动下，环比结构性上涨0.2%，同比上涨2.73%，更直接反映房地产需求的二手住宅均价则为每平米13481元，环比下跌0.76%，同比下跌7.34%。中国政府8月中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北京和上海作为限购政策最为严厉的城市，8月大幅放松限购政策，但最新数据显示市场信心仍未恢复。8月二手房100个城市房价是再次下跌。这个同样是科尔瑞的数据作为最强地级市，苏州现在房地产也是遇到了大麻烦什么叫大麻烦呢？就是本来它跟全国一样，反正都在跌，结果它突然加速下跌，比别人跌得更猛更快。实际上这一幕在江苏在南京已经上演过，但是作为最强地级市苏州，对吧，出现这种加速下跌，也就是崩盘走势这个还是让人担忧江苏最大城市苏州2025年7月楼市出现加速下跌状况，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大跌70%，同比大跌58%，均价环比下跌9.7%，同比下跌12.6%，突然出现量价齐跌崩塌现象。为此，苏州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彻底取消限售政策。8月26日，苏州住建发文取消市区新建商品房2年限售期，这也就意味着苏州楼市彻底取消限售政策。科尔瑞数据显示苏州7月份商品住宅成交12万平米，环比下降70%，这个实际上就是膝盖涨而同比降幅达到了58%。各区域中，园区成交量下跌最多，姑苏成交价跌的最多，市场预期非常低迷。今年苏州也是出台了很多救市措施但是效果都是没有达到预期。最关键的是上海外环外，对吧？人家不停的在出政策，对吧？解限购，这个对苏州那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强地级市房地产是这个情况，地方对吧？其他的城市恐怕只会更差。这个财新网有篇报道说百强房企前8月销售额同比下降13%，京沪放宽限购效果暂未显现。这个数据咱就不说了，都是不是科尔瑞的就是中指研究院的。总之8月份销售额是下降的。各阵营房企销售门槛均已降至近5年来最低水平。科尔瑞数据显示2025年前8个月 Top 10房企销售操盘金额门槛为560亿元，同比降低4.3%。Top 30和 Top 50房企门槛分别为149亿和89亿，同比分别降低5.9%和9%。Top 100房企销售操盘金额门槛同比大降23%，仅35亿。也就是这个房企如果8月份对吧，你要卖了35亿，那你就在全国能排进100名。35亿的销售额，在过去那只能做小孩桌现在都能排进前100强。那房企的利润呢怎么样正好现在这个上市房企的半年报基本上已经公布完了。有人统计上半年国内89家上市房企总计亏损1912亿，沪深港3地统计286家披露业绩的上市房企，包括香港房企、内地物业公司、内地房企中，2025年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85万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851亿元。此外，89家上市房企总计亏损1912亿元，将近2000亿
截至2025年上半年，在统计的沪深港3地上市房企中，净利润为负，就是亏损的啊，企业共计89家，反映出房地产市场整体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盈利能力普遍承压。还是科尔瑞的数字啊，说8月土地市场成交量价齐跌，30家典型房企拿地金额环比腰斩，创近1年新低，其中有18家企业无新增土地入账。就是科尔瑞说啊，8月份30家房企来计算啊，拿地金额比7月份少了一半，其中有18家都没拿地。单月来看，在经历6到7月短暂的拿地高峰后，企业投资出现降温。8月重点监测的30家典型企业拿地金额约250亿元，环比下降57%，创下近1年新低。由于去年8月份基数较低，30家企业拿地金额同比上涨达41%，其中有18家企业8月未有新增土地入账，仅有华润置地、招商蛇口在联合拿地金额超过80亿。在深圳啊，其余企业单月拿地金额均不足20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做面包的工厂，它已经开始不进面粉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啊，这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啊，说多地涌现1亿元起拍房产。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咱们也介绍过啊，就是1块钱起拍。最近全国多地涌现1亿元起拍房产。据科尔瑞统计啊，6月份有278套房源起拍价被设定为1亿元。西安也出现了类似房源。不久前，华润置地万象里一套 LOFT 公寓起拍价为1亿元。高陵区九进城小区同样有一套1亿元起拍的房源。这些房源并非源于诉讼或破产处置，只是二手房东选择通过试水拍卖市场来加快转手速度。但在业内人士看来，1亿元起拍不过是一些拍卖公司吸引购房者的噱头。除了这些1亿元房产，西安还出现了不少低价房源。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啊，这个1亿元起拍啊，好像很多这个海边那个鬼城啊，海景房也有很多是1亿元起拍的，1块钱。实际上这个1亿元起拍不陌生啊，他好歹还卖1块呢，完了还让你去，对吧？竞拍，保不齐还拍个1万块、2万块，一旦有人上头了，说不定拍个5万、10万的，他是拍卖。实际上早就有白送的，都不要说1块了，对吧？人家不要钱把房子送给你，哎，白送房子吗？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这个1亿元起拍啊，只能说明楼市非常低迷。它有2个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一种可能确实跟媒体说的一样，它就是吸引流量，那些房产中介啊，为了引流搞的这些事情。我们假设啊，这套房子市场价20万，然后他标1块，对吧？然后他找一个白手套也在里面参拍，对吧？你感兴趣你来拍，你出2块，那人家出10块。当然他叫价他一次要加多少，这有规定的啊，不能1块1块的加，总之人家会加的。那加到20万的时候，你21万，那好，不就照本上的卖拐吗？就这么简单啊，对吧？这是一种玩法。哎，如果你叫到20万，你不叫，反正那房子也是他的嘛，无所谓嘛，相当于他没卖出去而已，对吧？你要叫了21万，对不起就给你了，成交。你说再从头再重叫，那没有了啊。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那个房子就是它的残值啊，已经覆盖不了它的银行贷款了，对吧？它是城债式拍卖，就是你要把这房子买走，你的债你也背走。不管它是哪种方式啊，只能说明这个楼市啊非常低迷，对吧？这都是楼市低迷的时候出现的怪象。那个以前楼市一路高歌的时候，它没有这种现象啊，什么1块钱起拍，谁陪你玩啊？也就是在楼市低迷的时候，很多房产还有车位、物业，它实际上变成一个负资产。既然是负资产，对吧？它1块钱卖，别看1块钱便宜啊，卖给你，它是个负资产，你每年还得往里扔钱呢。关于负资产啊，那个现在投资商铺的那是深有体会。以前啊叫一铺养3代。现在一铺啊毁3代。这个浙江的这个1818环境眼，他有个报道说，有一个啊杜女士啊花了23万投资了一个商场的5平米商铺，也是买的时候吹得很厉害，结果一买到手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家看视频。我们在深圳定居的那种。是在深圳工作吗？对，我老公在那边工作。杭州这边了解吗？杭州的话，就是说目前前几年的话，在这边的话就是居住了解一点，然后对这边有对，然后到后期的话，我们到深圳，然后深圳的话，然后现在已经居住3、4年了。杜女士说，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投资店铺的信息，就跟丈夫赶了过来。她提供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甲方姓丁，乙方是杜女士的丈夫。合同约定，甲方将临平万宝城一幢1205室以12万9千多的价格转让给杜女士的丈夫。杜女士说，实际成交价格是23万。
卖方的话，然后以避税，就是说帮我们避税，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少报一点。然后我当时就跟他沟通过，不用避税，因为我也要发票。然后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没事，这个已经打出来了。后期的话，他会就是说给我寄一张10万发票，然后补够23万。在万宝城购物中心商铺认购协议上，总价的确是23万3600块钱。杜女士说，付完钱之后，当天就办理了产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0.9平方，房屋建筑面积4.86平方。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使用面积的话，他说从这个门口到这里说是我们买的4.86个平方，然后后面的话是赠送的，就是说如果你接手的话，或者是就是说干什么，你就是说自己使用的话，你有使用权利，从这里到后面的话是赠送的，然后一块就是这么大，是这样的话是这样沟通的，然后才购买的。那他这个现在不是有店家在经营吗？他就是最终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买下来信任他们的话，可以给他们管理。他们每年给我们就是说，第1年3万2，然后第2年的话就是说3万4，第5就是往后每年推迟的话递增5个点。杜女士说，丈夫购买的商铺在商场1楼，目前是一家服装店的一部分。记者用手机扫了房产证上的2维码，找到了一张平面图，其中将店铺的位置用红线做了标记。通过平面图，记者无法确定是不是1楼服装店的位置。那个收益的合同迟迟没有拿过来。那现在他的这个收益怎么跟你说的呢？现在这个收益的话，昨天在问他又说，就是说没有这么高的收益了。没有这么高是有多少？有没有跟你说？没有。那你们买了房子之后，比如说他，因为你不是现在那个铺子不是租出去了吗？嗯，对，租出去了，他那部分租金的话也没给你？没有。杜女士带记者找到了当时签合同的地方，门头写着接待中心的字样，不过门关着，敲了敲门，没人开门。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转让合同的甲方丁先生，电话没人接听，发送短信也没有得到回复。找到临平万达广场2楼的服务台，工作人员说，买卖商铺的事情得找万宝城。万宝城是相当于他们把这个场地租给我们，明白吧？然后那租给你们，为什么他还可以卖掉？租给我们卖掉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上哪找他们家？那边麦当劳隔壁3楼。一行人又找到万宝城售楼处，玻璃门上了锁，楼下贴着一张万宝城置换的宣传海报，上面留了一位杨经理的电话，拨打过去提示暂停服务。经过沟通，杜女士夫妻俩表示打算把购买的店铺收回来，再做打算。你看了这视频你就知道，这个很多投资商铺的啊，尤其是大商场，它都是这种合同，对吧？就是你那房子，你买那个产权在哪儿，反正挺模糊的。你买的是个5平米的或者4平米，但实际上它经营的时候，它必须把它打通，对吧？你不可能你4平米搞个小房子，搞个东西隔着，那没法出租啊，也没法经营啊。所以它变成这种切割，对吧？把一个大的产权切割完之后卖，分散投资，让你买了之后，然后你只能把这个统一的交给别人去运营。在过去，这个是标准玩法，它跟那个很多那个店铺还不一样，对吧？这一间是你的，对吧？它分割好了，对吧？这个临街的这个铺面是你的。大商场没有这个啊。从这个商铺这个纠纷来看，总之肯定是不赚钱，没有达到他理想的这种收益，也就是被人忽悠了去炒商铺。从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是杭州而且显然是万达广场，对吧？至少说明几个问题一，这是杭州万达广场，你看它实际经营效果怎么样？经营效果好的话就没有这些纠纷了。这也就说明王老板为什么他的万达，对吧，想甩卖不掉呢？卖到现在500家，对吧？让人挑肥拣瘦的卖不了几家，最后只好塞给这个腾讯、泰盟顶账，不要也得要。也就是这些大的商场实际上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负资产，因为商场运营要大量的成本、人员，对吧？电费、水费，有没有人？你那个商场只要在运营哪怕只有1个人，那你不全商场是不是灯电梯都得开？你也不能像别的地方说，我把哪一层给它关掉，电梯停掉，黑咕隆咚的，那更没人来。冷气要不要开？所以说你整个商场的运营人吃马喝，成本的多大，每年恐怕都要赔钱。所以投资商铺严重套牢，对吧？连万达自己卖都卖不掉。第二个，通过这个也能看出这个线下经济什么一个行情。那这是杭州的万达对吧？杭州是在国内叫新一线城市，算是经济活力还是不错的，人口也是在流入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的顶不住。那
那你说说那些2线、3线、4线城市怎么办？所以通过这些什么1818环境研这些报道啊，其实实际上你可以看出这当地的经济是什么个水平。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啊，万科大变局，卖雪场撤部门，说的是万科啊又在卖资产啊，断臂求生啊，瘦身，这没办法，说一纸协议，万科将曾寄予厚望的冰雪业务卖了出去。据香港中旅中期业绩披露，8月26日，香港中旅分别与万科旗下长春万科和万科酒馆以及相关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吉林松花湖国际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万冰雪体育有限公司各75%股权，其中吉林松花湖度假区项目是万科旗下最优质的冰雪资产。按万科此前愿景，其拟在滑雪度假产业领域进行深耕和拓展，成为中国滑雪行业旗帜和标杆。也就是万科把自己的最优质的资产卖掉了。说来也巧啊，万科的这个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我还去过，应该是去过，它就在这个松花江上，那有个松花湖，在吉林市啊不远，离那个日本人建的叫丰满水电站不远，那应该就是那个地方，有个很大的滑雪场。万科在松花湖搞了一个这个国际度假区啊，我记得万达就在那个长白山呢，也是搞了个一样的，说明就是10几年前正火的时候啊，这些房地产企业纷纷抢这些优质资源啊，就进军这些文旅项目。这个文章啊，面对当前形势，盘活这部分资源对万科来说格外重要。我们体会到做增量容易，做存量难。几日前，万科管理层称，同时万科内部正完成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组织架构重塑，撤销开发经营本部和全区域公司，就是组织架构调整啊，扁平化，拆除掉冗员。这个文旅项目啊，这在过去经济好的时候它能赚钱啊，它这个因为东北啊，它的冬季长，10月份恐怕就下雪了，一直到来年4月份得半年。所以说经济好的时候，这些滑雪项目、这些度假项目都能赚钱。那呢，现在还有人去玩，但是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都是穷游。所以这些文旅项目都不赚钱，赚钱也难。但是你要保证它运营也要花钱，就像商场一样啊，很快的就会变成负资产，年年亏损。所以说他尽早出手啊，也是迫不得已。一是把它卖掉，回笼资金还债；第二个就是趁早出手。就往后啊，这个旅游会不会萧条到什么地步，这很难说啊，对吧？这个5A级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峨眉山，对吧？什么张家界，还有什么桂林，那都不赚钱呐，都亏损呐。咱们老举例子的那个曲江文旅，对吧？它下面有好几个5A级景区啊，什么大唐不夜城、大明宫什么的，结果还是不赚钱的。所以这些文旅项目啊，往后恐怕赚钱的也会变成不赚钱，不赚钱的就变成亏损。所以越早脱手越好。这个2025年中期工作会议上，万科管理层表示啊，过往管理体系存在一定的缺失，多赛道布局超出公司承载能力，形成大量低效投资，导致经营陷入被动，需要进行战略转型和组织变革。如今看来，冰雪业务或许是这类低效投资之一。你看看啊，新的领导一来，组织架构一变，开始清算以前的了，对吧？以前的路走错了，要反省，甚至要倒查，这是必然的啊。本次交易主要包含2大核心资产：重资产的松花湖度假区和轻资产的万冰雪管理平台。目前对于这笔交易，买卖双方并未透露具体收购价。万科进入冰雪产业最早追溯到2011年，当时万科为进入吉林市场建设了松花湖度假村。2017年，万科官宣成立冰雪事业部，将其与商业地产、长租公寓并列为核心新业务。万科在冰雪业务上投资不菲。2014年，其曾对外披露，吉林松花湖旅游度假项目总体规划20平方公里，总投资额达400亿元。项目从2010年起开始开发，整个周期长达20年。当时为这个项目站台的是万科创始人王石，那个时候野蛮人啊还没有敲门。当冰雪产业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万科只能通过以地养雪方式补贴度假区内滑雪场、酒店、商业街等资产的投资经营。总之啊，万科现在是卖资产啊度日，能卖的都卖吧，不卖啊过不了这一关呢，卖了也未必能过这一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